現在係調查員1號嘅現場報導，現場呢度係中環空氣監測站，德輔道中遮打道路口，嗰個唔係亂衝就係亂走，想揾個人定低問嘢都幾難搞。而家大家面前呢一位着住一件心口上邊印住綠色和平大隻4個字嘅大隻後生仔，又睇下佢點睇。唔好意思先生，而家問翻你幾個有關香港空氣污染嘅簡單問題。陣間你直接答就啱，唔需要擔心啲問題太深會過唔到關，會答得唔夠好或者答得唔夠慢，答得唔啱，答錯又冇得掹，唔使諗咁多㗎，請你準備好，準備好，聽住我數1、2、3 at anytime。再係調查員2號，企響大霧山頂報導，佢一步現場，我哋海闊天空向呢一度，對香港嘅天空發出一堆問號，信讀，對香港嘅空氣做一個顏色分析，我哋熟悉嘅天空係咪應該係藍色？山係綠色，土地係黃色，係為咗乜嘢？冇俾一條乜嘢嘅增值程式？呢度嘅景色不斷被建設同變色，慢慢變成慢慢嘅激光表現，漫無目的海港嘅霧入面充斥住無色污跡。我問你香港嘅空氣似係乜嘢顏色？香港嘅城市景色又係用乜嘢裝飾？用乜嘢方式堆砌？加快攻勢不顧一切，只要用最短時間將一切公諸於世。一切發展計劃就係虛偽假大空，搞壇大戲就係對大人最後力攻。一切為咗公利，一切在所不計，最後犧牲咗我哋嘅空氣同大家國費。我問你香港嘅空氣似係乜嘢顏色？知道真相，我哋就知道顏色。
色。我問你香港嘅天氣點樣轉回到藍色？知道真相，我哋就知道顏色。我問你香港嘅空氣似係乜嘢顏色？知道真相之後，我哋就知道顏色。我問你香港嘅天氣點樣轉回到藍色？知道真相之後，大家就知道顏色。